最近大家都好關注謝霆鋒同王菲會唔會喺法國度再續情緣，點解大家會咁諗呢？事關有齊天時地利人和三大利好因素。首先，霆鋒同王菲都回復單身，呢個就係天時啦。地利方面，阿菲同霆鋒最近不約而同身處法國，王菲就同好姊妹趙薇去咗巴黎度睇 fashion show， 而霆鋒就忙住喺當地拍攝節目。咁啱，霆鋒同趙薇02年曾經拍攝電影而相識，又咁啱呢次霆鋒會到趙薇喺波爾多嘅酒莊度取景，所以就傳王菲霆鋒會碰面啦。可惜霆鋒到酒莊拍攝當日，王菲並冇現身，最後得趙薇去招呼霆鋒。據講，趙薇亦都一盡地主之誼，又買鮮花，又開靚酒，成班朋友喺酒莊裏面嘅小花園度開餐，全程有傾有講，一齊品嘗美食。正當大家都以為霆鋒王菲無緣再碰頭嘅時候，點知天時地利配合埋人和。3月12號係趙薇生日嘅大日子，呢日就傳出趙薇想邀請王菲同霆鋒出席自己嘅生日 party， 所以大家即時就重燃希望。喺天時地利人和都咁夾嘅情況之下，呢個10年世紀重逢上演機會非常之大。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法國係王菲同霆鋒嘅定情之地，佢哋當年公開戀情之後就嚟咗巴黎拍拖旅行。據講佢哋仲喺當地齊齊紋上愛的紋身。呢次如果可以一齊重遊舊地，唔少人都幻想可以睇到霆鋒王菲復合嘅虛擬浪漫情節啦。